你唔好再咁落去啦，收手啦。今日喺教會入邊，我哋可能各有各嘅天空。你有你嘅工作生活，我有我嘅侍奉忙碌。偶然喺教會遇見，我哋可以點下頭，問個安，然後發現你忘記咗靈修啊！靈命蝕咗，生命會痛。箴言內藏豐富嘅智慧，有助你嘅靈命止蝕，守護靈命健康。請留意箴言中隱藏嘅智慧。人生各個階段都會受到忙碌困擾。近期香港調查顯示，青少年嘅抑鬱同焦慮情況，我哋需要重視。與此同時，香港整體嘅貧富懸殊仍然嚴重，家庭照顧、生活成本同埋收入差距彼此交搭，令到忙碌成為好多人共同承受嘅生活常態。所謂忙碌並唔係淨係事多，更深層係可以自由運用嘅時間日漸收窄。近年有研究將呢種處境稱為時間貧窮。客觀上係工作、睡眠同家務之外所剩翻嘅時間唔多，主觀上就係對生活失去咗一份掌握，硬係覺得時間唔夠用。喺咁嘅狀態底下，久而久之就成為我哋嘅日常。人不知不覺間將匆忙當作常態，將疲憊當作代價，喺裏邊嘅枯竭睇為理所當然。今季嘅季題係給忙碌的你箴言選讀22章17節至到24章34節。呢段箴言係承接前文所羅門箴言嘅傳統，被收錄成為一組智慧人的言語嘅精選集。其中嘅內容涵蓋財富、公義、家庭群體、品格同埋工作等日常課題。呢個選集部分內容同古埃及智慧文獻有明顯關聯，不過經過編者整理之後，被安放喺敬畏上主嘅信仰框架之內，所以唔再係一啲人生經驗嘅結晶。箴言冇叫人單靠機靈入世，佢係引導我哋學習喺上主面前心存謙卑，喺生活中持守分寸，喺繁忙之中辨明優次。盼望喺呢個暑期，讓神嘅話語帶領我哋慢落嚟，學習停一停，聽一聽，諗一諗，讓我哋嘅生活排序可以更新，叫我哋唔再任由忙亂所牽引，令到我哋嘅家庭同人嘅關係同神嘅關係都可以重新整理。另外，我都趁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教會近期一啲發展。真理樓有工程進行當中，教會將一條運行咗40幾年嘅扶手梯更換為一條全新嘅扶手梯，同時亦都修整因為漏水同天花石屎剝落所影響嘅入口處，連帶門面我哋都會翻新。此外，因應舊年屋苑冷水系統破裂，影響咗我哋副堂 A、B 同埋周邊嘅班房，所以另一部分嘅工程就喺呢啲位置進行。同時因應教會未來計劃調整少年崇拜嘅時間，所以我哋決定將副堂 A、B 翻新，並且將周邊地區裝修成為適合下一代使用嘅空間。幾項嘅工程預計可以於明年1月完工。第二件事，教會已經租用咗灣仔地鐵站附近嘅一個地方，開展普通話研復事工。盼望嗰個地點可以成為一個俾內地新來港工作同定居嘅人喺職場同學習之餘，喺嗰個地方得到適應香港生活嘅幫助。盼望亦都趁呢個機會，讓佢哋能夠打開認識福音嘅大門。請大家喺禱告中繼續紀念呢方面嘅事工。